在1994年到2005年出世的男性，做兵只要做4个月，为着出业就会当随去食头路。今年超过5000人申请要趁休热的时阵去做兵，而且人数搁会抽考来决定。也若伫2005年以后出世的做兵爱做1年，虽然嘛是有3+1的这个制度，伫读大学的期间会当做兵做煞。不过今年前到呾，敢若46个学生来申请。做兵是国内男性伫成年了后爱面对的义务，为着让伊人毕业了后会用直接做兵，也是继续升学读册。国防部推出休热分阶段予军事训练役，即便是83年次到93年次大学生拢申请。新名额只有1600个，一共有5687人申请，最后只好抽签来决定名额。2次2个月暑假的时间，把它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的一起来服完。3+1服役这个方案是让我们学生役男多一个选择服兵役的方案。教育部一再强调，是完全尊重役男的意愿跟需求，并没有强迫性。加休热做兵，真侪役男报名申请比较，因为民国94年次了后，义务役对4个月改恢复到1年。教育部所推出的就学服役3+1政策，其实加真冷清。到这个月初5，全台湾只有46个人申请。如果是要读理工科相关的科系的话，可能会要准备研究所。在准备研究所的时候，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当兵的。我只是觉得1年太浪费时间，就困在那边。所以你不会想自己。就学服役3+1政策推出时，捌引发议论，有人认为破坏教育体制，影响学生大学生活。教育部是强调会尊重学生自由意愿的选择，但是学生无想要直读大学就先入伍做兵，也学生烦恼，万一两岸局势不稳定，过几年都服完兵役会方优先来定调。中国它的有犯台能力，有犯台意愿哦，所以其实他要不要犯台，只在我们讲白点，只在习近平主席的一念之间啊。所以其实你。不如早一点当完兵，早一点脱离这个苦海，还国家的债比较实在。无论是考虑两岸局势，也是有学习的品质，让高总是认为，多数学生依然较关心大学生涯的规划，想要让就学服役3+1政策来落实，恐惊要增加其他配套的做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